做农做是真辛苦，一般少年人拢无想要接，只是讲找无工人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台中市石冈仔区这个农会申请农业专业的技术团，服务范围包括石冈仔、新城、这个和平等等。因为今年需要30个，找18个尔，好比这个农业烦恼讲，死到骹手会无够。 学员认真听农改场老师解说来树的相关知识，因是今年参加农业专业技术团的学员。农业做事是真辛苦，加上收集是看天伫咧食饭。少年人无愿意做，面对欠工的问题，所以就跟区农会申请农业专业的技术团。台湾的农业技术非常的进步，但是在人力部分是一个很大的缺口。农业技术服务团的范围包括当时石冈、新社、和平，佮包括中华大川、溪湖、苗栗、岛南和大湖。经过农业的前辈指导，1个月、2个月上过训后才可以下到田里，才可以解决这个缺工的问题嘛。面对人力无够的问题，农场之间卖互相相帮伴，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力会当投入，成做农业的主要战略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